只要呢啲咁嘅老牌油車一直可以賣，佢哋就總會有人買。你會唔會覺得好奇怪？嗰啲國產電車捲成咁，合資嘅油車仲咁閪多人買？你確定？天日一個月賣3萬幾，速騰25000，呢部沃科一個月仲賣2萬幾部，連奇駿啊10年前嘅車都可以賣6000部。做咩啊？對比而家嗰啲國產電車，呢啲咁嘅車配置低、性能差、空間又細，但咁閪多人買喎，為乜呢？因為9個字：唔信任、唔需要、冇興趣。好多人買合資嘅油車，其實係對國產電車唔信任，覺得新技術唔穩陣，驚咗水耳。佢哋嘅日常用車場景根本就唔需要咩智能座艙、智能駕駛，而且關鍵係佢哋唔夠膽冒險。買油車嗰啲人成日講噶啦，我買部車翻嚟係要用7、8年，甚至用10幾年，所以佢哋驚買電車嘅話呢，過幾年電池唔得，續航唔得，自駕又用唔到，到時又整唔起，賣又賣唔甩，反正1年又揸唔到幾多公里嘅，乾脆買個油咯。好似我朋友咁喺25年年底買咗部昂鳩賽拉，呢部嘢除咗好睇一無是處，冇冰箱、彩電、大沙發，空間又細，又冇自駕，落地仲要11萬。嗱，我也樂意。買呢啲車嘅人唔想追熱點，唔想試新嘢，其實係用最細嘅風險換最長嘅使用周期。佢哋唔想喺未來嘅10零年入邊，日日驚呢個驚嗰個。你唔好唔信啊！只要呢啲咁嘅老牌油車一直可以賣，佢哋就總會有人買。